Hello，各位家長、各位同學仔，大家好啊！我係林 Sir 啊。咁林 Sir 呢一條影片想同大家講一個中文嘅常考題啊，就係重組句子。咁各位同學仔，請你準備好呢一份筆記，跟住林 Sir 一齊開始我哋今條影片嘅重組句子闖關遊戲。咁啊冇問題嘅話，我哋就正式開始啦。咁喺開始之前，林 Sir 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一個令人頭痛嘅問題啊！唔知你有冇好似小明一樣都咁頭痛呢個問題嘅？就話林 Sir 啊，我每次見到重組句子嘅題目呢，啲詞語組合我都識解嘅。識個意思嘅，但係我就係寫唔到一個完整句子，OK，或者係話我寫完個完整句子，但係唔知點解最尾出嚟嘅答案呢，就係同個標準答案同老師個答案呢有啲唔同啊！有冇呢兩個令你頭痛嘅問題呢？如果有嘅話，呢一條影片短短幾分鐘嘅時間，你一定要留心聽住啦。我 OK，咁林 Sir 會教你一個核心句子骨架同埋3個好簡單嘅小技巧。OK，咁冇問題，我哋正式開始啦。各位同學仔，我哋嘅重組句子其實呢。林 Sir 想同你講啊，就係拼圖遊戲啊。咁如果你有玩過拼圖遊戲，你會知道一樣嘢嘅。我哋做拼圖遊戲呢，你要先望一次全部拼圖先，然之後砌咗最重要、最明顯嘅部分。咁旁邊嗰啲部分呢，你就自然而然會容易啲噶啦。咁我哋做重組句子一樣嘅道理。當你攞到所有嘅詞語組合嘅時候，你望一次、讀一次之後，你就要幫林 Sir 揾到成個重組句子最核心嘅句子骨架，最核心嘅句子骨架，個句子嘅骨架部分。咁兩個問題幫你揾到句子嘅骨架部分。OK，第一個問題，主角是誰是什麼？第二個問題，動作做緊什麼？個動詞是什麼？呢兩個問題能夠幫你揾到成個句子嘅核心骨架。O 唔 OK 啊？咁冇問題。跟住林 Sir 一齊落去，咁究竟什麼是主角啊？主角係咪一定係人啊？不是，主角可以係人，亦都可以係動物，甚至乎可以係事物或者係地點都可以嘅。一啲名詞嘅部分，我哋揾咗出嚟，主角揾咗出嚟之後，我哋就揾個動作 ，OK 嘛？再配埋個動作，問自己動作是什麼？誰做這個動作？咁所謂嘅動作就係動詞，譬如提醒呢個字，咩叫動詞啊？即係做緊動作嘅要喐嘅嗰啲詞語，譬如提醒呢個動作。各位同學仔，唔知你媽咪喺嚟緊嘅暑假或者平時以前嘅暑假有冇試過提醒你一啲嘢？咁提醒可唔可以唔喐㗎？可唔可以好似嚿石頭咁樣唔喐？咁所謂嘅提醒，你會知道通常就係指有個人過嚟拍下你啊，或者過嚟叫下你啊，用口頭上嘅提醒啊，喐緊嘅先叫提醒。動作動詞就係喐緊嘅嘢，揾埋佢出嚟，將佢砌埋一齊。咁呢個就係句子嘅核心骨架。譬如呢一個練習呢一個例子咁樣 ，OK 嘛？汪汪地小狗在叫着門口，我哋揾咗個主角小狗，揾埋個動作，將佢砌埋一齊。呢個就係句子嘅核心骨架。OK 嘛？然之後我哋再砌埋其他嘅部分，用埋3個小技巧。咁跟住林 Sir 落嚟。第一個小技巧啦，我哋掌握咗句子核心嘅骨架之後，我哋落嚟第一個小技巧叫做的地得詞語組合。的地得詞語組合，我哋嘅魔法黏合劑啊。OK，咁的地得詞語組合，同學仔最頭痛嘅就經常忘記咗佢哋後邊跟啲乜嘢嘢。咁林 Sir 好簡單嘅，我哋記一個字得啦。的地得，我哋記個地字。個地字幫佢配個詞語啊，土地。相信呢個詞語大家都識嘅，土地土地，地上地上，我相信大家都識嘅。咁你就幫林 Sir 用個圖像記住，你試諗下，你做動作可唔可以凌空飛起啊？林 Sir 嚟啦，我超人嚟嘅。睇下邊個冇留心聽書。OK，咁我相信各位同學仔你唔係超人啦，你做動作你唔會凌空飛起。OK 嘛？你一定係喺地上面做，喺屋企嘅地上面啦，或者喺平時嘅地下咯，咁你先可以做動作。咁所以嘅地嘅後邊跟動詞，咁的嘅後邊自然就跟嘅係名詞。OK 嘛？咁你自然而然就會記住噶啦。咁當你能夠記到嘅話咧，咁你又能夠將呢個形容詞 OK 嘛？汪汪地同個動詞作為配對。汪汪地叫着，咁你又將一啲嘢塞埋落去啦。O 唔 OK？咁冇問題嘅話咧，我哋學埋第二個技巧，叫做把臂字句。OK 嘛？把臂字句，咁你只要幫林 Sir 記一個字就得㗎，
就係個把字。個把字你幫林 Sir 記住個偏旁，剔手邊再左手邊，剔手邊再左手邊，做動作嘅人在左手邊。媽媽把窗戶關上 ，OK 嘛？關呢個動作係媽媽做嘅，做動作嘅人喺左手邊，因為佢嘅剔手邊。OK， 做動作嘅人喺左手邊，咁相反嘅被字句，做動作嘅人咪喺右手邊咯。窗戶被媽媽關上，咁亦即係話以後你見到把字句、被字句重組句子，你就知道啦。啊，個主角做動作嘅人要小心 ，OK 嘛？得唔得？咁冇問題嘅 ，OK 嘅。咁呢一度好簡單，你就會識噶啦。譬如老師把錯別字圈出嚟，你會知道做動作嘅人係老師，個動作係圈出落 ，OK 嘛？相反調翻轉嘅被字句，咁咪將佢哋換位咯。將佢哋換位。第二個技巧，咁第三個技巧，我哋話關聯詞，亦都係高年級相當之重要嘅部分咯，同學仔。咁啊，大家最頭痛嘅，咁林 Sir 用3組關聯詞去教識大家。咁以後你見到全部關聯詞，你都唔會將個主角嘅位置擺錯噶啦。好多時同學仔見到關聯詞最頭痛嘅，就係將個主角嘅位置擺錯。啊，林 Sir，我個主角應該擺喺關聯詞前面定擺喺佢後邊呢？咁林 Sir 教大家，你幫林 Sir 記住呢3組關聯詞，一邊一邊，我哋叫做並列。OK， 除咗乜乜還乜乜，我哋叫做遞進升級嘅。與其乜乜不如乜乜，我哋叫做選擇。得唔得？3種嘅關聯詞，3種嘅關聯詞，你幫林 Sir 寫低佢。3種關聯詞，你記實之後咧，你幫林 Sir 畫個箭嘴。呢3種關聯詞並列遞進選擇，個主角就擺喺個關聯詞嘅前面。如果唔係就好恐怖，就會有撞鬼嘅情況發生。點解？因為我哋嘅遞進複句係升級噶嘛。OK。升級一定有個主角喺前面先啦，選擇複句揀嘢一定有個主角喺前面先啦，並列複句係平衡嘅句子，咁2個句子平衡嘅個主角就要喺前面先啦，如果唔係就好沉氣噶啦，咁所以呢3種複句，呢3種關聯詞，個主角喺最前。咁，其餘嘅關聯詞個主角就可以擺喺個關聯詞嘅後邊啦。咁所以以後你喺重組句子見到關聯詞，你就唔好頭痛，究竟個主角擺喺乜嘢位置 ？OK 嘛？譬如呢度咁樣，如果你以後見到，即使乜乜也乜乜，你知道佢係假設複句，咁你就知道佢個主角會擺喺關聯詞嘅後邊，擺喺即使嘅後邊。就係咁簡單，咁你就已經掌握咗3個小技巧，再連埋個核心句子骨架，咁冇問題嘅。幫林 Sir 記實呢個技巧佢，你就可以完成好多嘅重組句子挑戰噶啦。譬如呢一條咁樣，你就可以好快 KO 佢，即刻幫林 Sir 揾到個主角出嚟，值日生同埋老師，即刻揾埋個動詞出嚟，譬如拆字。譬如點了點頭動作，然之後幫個動作同埋主角做配對，值日生應該係拆嘢，點頭應該係老師做嘅，跟住搞掂咗之後，你就已經掌握咗成個核心句子噶啦。值日生拆緊嘢，老師點頭，然之後用埋頭先林 Sir 上堂講嘅3個小技巧，的地得有冇？有冇把被字句？有冇關聯詞？如果有嘅話，你先將呢啲內容慢慢塞落個句子入邊，你就會好快配對到滿意地。土地後邊跟動作，點了點頭，拆得嘅後邊跟個形容，好乾淨，拆得乾乾淨淨。被字句，做動作嘅人喺後邊，接受動作喺前面，你就會變成黑板被值日生拆得乾乾淨淨。逗號，老師滿意地點了點頭。就係咁簡單嘅啫，咁冇問題。有條終極魔王題送俾大家，咁各位同學仔可以嘗試挑戰下佢。咁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去到呢一度，各位同學仔再見。